来继续来看这位，这是新竹市消防局的局长李世强，防检举顶官威，佮互查某孙一家口仔3个人带入去局长的官舍，佮甲私人车停伫个公家位，甚至用公务车接送着囡仔，佮载猫仔去美容。李世强是来回应讲，伊的查某孙咧申请着家暴令，所以暂时照大保护。伊嘛无用公务车载猫仔去美容。 囡仔伫走廊佚佗，搁坐伫咧健身器材顶悬，也毋过暂时游乐场是消防局公家官舍。这个囡仔是新竹市消防局的局长李世强的接班孙啊。观感上会有一些不太好啦，公器私用的感觉。对啦，一口罩3个人都住伫咧局长的官舍。 囡仔但不时伫走廊佚佗，搁占用健身房，利用公务车接送囡仔，甚至送猫仔出去美容，搁将3台私人车全部拢插入消防局的地下室。局长应该要针对相关的案情诚实以对，让事实呈现在所有市民朋友眼前，让市民朋友来公平。防检举占用公家资源，议会质询李世强特别红点名。我哥哥很早年就过世了，我是他目前 一个最亲的一个亲属，家暴令还没下来，因为他也很恐惧，在外面会有一些他的一个人身的一个安全跟2个幼儿的一个安全。目前当然是一个暂时给他的一个庇护住所。无符合首长官舍的使用规定，李世强解释，这只是短期的权益方式。这10外天来的水电钱会家己拿，伫啦过几工就会搬走，袂影响到公务场所的办公秩序。 背回其他指控，认为洪恶意检举。对方男子也曾经跟我子女威胁啦，如果他不回去，他要对我做一些工作上或是名誉上的一个威胁。李世强澄清，无用公务车办私人的代志。消防局的地下停车场本来就是予上班的同事来使用，符合规范，无占用公务资源。即马已经自清调查，警方处目前也派人去了解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